带鱼轻抚双唇，饱餐一顿青海土火锅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大西北之魂。火锅比较传统，像过年啊、过节家里都是弄的这种。一锅全下好了，端上来给你就吃。荤有素，里头有丸子啊，牦牛护腿肉、酸菜、带鱼。本地火锅的食材往往因地制宜，以前吃的火锅也没有吃过这种带鱼的。但青海土火锅有点调皮。老板，你这带鱼是哪儿的？全是舟山的呗。这个带鱼挺好。我们就要肉质要好一点的，肉质多一些的那种，15.5啊。他是特特，青海土著，土火锅的信徒，带鱼收割者。墨镜下藏着的不是凶悍，全是可爱。他还是比较细心的，你不要看人5大3粗的。你好，先生打2下。来，你好，你们先吃好瓜子儿啊。好，你慢用啊，这打2下给你上锅。好嘞。羊汤了以后，嘴里没味儿，说吃什么？说吃火锅。有的东西你一吃就是这个味道。青海的土火锅里头，家家算是名声比较大的。